好，歡迎翻到嚟陳皮妹頻道。咁早晨，咁就今日就係抽呢個第15期啦 Orchestra 嘅角色。咁呢，不過就唔會抽太多住，因為呢，你見到而家右邊張圖呢，其實呢就係有啲玩家就拆解咗個新個 patch，咁又會見到有啲新嘅系列嘅角色，就係獅子劍2嘅。咁另外就會有啲新嘅龍騎啦，將會推出。咁點解唔？其實呢啲都唔係重點，呢個重點就係呢，因為呢 Orchestra 嘅技呢，其實佢哋要加成嘅。咁呢一定要係音樂，暫時嚟講一定要係15期內嘅角色啦，要有音樂技啦。咁又每用2技就會加多啲，咁啊加到第5級呢，就會有50% up 嘅攻擊力啊、速度啊、成啊咁樣。咁呢冇15期角色，基本上就效果就會差咗少少咯。咁係 hit 力會好用啲咯。咁單打嘅話就會冇咁好，咁就所以就唔會太想抽。不過呢嚟緊。如果大家有睇淺井 P 嗰段第4話嘅呢，就話嚟10月呢應該係有個項目關於像嘅，即係魔法師嘅像啦、魔法像啦，咁就估計就係咒像嘅活動啦，所以都希望今次呢都抽到一個魔法師嘅角色嘅，係啦，雖然大獎就係呢個弓啦，跟住就係斧頭啦，咁我都希望抽到像。咁而家你見到我得1000石。1000隻嘅啫，1048，咁就所以唔會抽得好多，我諗1、2次咯，咁啊留翻啲石，我等獅子劍嘅，我期待會比較大啲，因為10月28號晚上應該8點到啦，就Nico 官方嘅白貓官方3放送就應該會講呢個獅子劍嘅活動，因為第3話嘅時候佢就會。淺井 P 第3話嘅YouTube 第3話嘅時候就會講過呢個嚟緊啲 Nico 嘅3放送呢就會發放獅子劍2嘅消息嘅，咁差唔多噶啦，應該差唔多時候噶啦，應該10月就係獅子劍2同埋州長呢個活動啦，咁就所以要留翻少少情，係啦，咁就閒話少講啦，咁就開始抽啦。得一個嘅啫，其實我睇下1次2次都希望抽到有少少角色啦，係咯。OK， 開始。睇佢隻1、2、3、4、5隻，好，睇下有幾多隻啦。4星新角，關係啊！1隻、2隻，大佬唔係要呢啲，大佬新角，哎，又係嚟上到3星上到，不要，唔要，仲有2個機會，哎，唉。我有啦，玩完，好，舊角應該齊晒咁滯，應該係，所以我只要新角。好，再嚟多一次。1、2、3、4隻，哇！服到流眼淚啊！冇啊！1，喂2，好服，俾我抽一隻啊！有粒石噶嘛，有粒界限突破石噶嘛，俾一隻角色我都得噶，其實唔好嘥咗嗰粒界限突破石啦！唉。唔係要抽晒咁多個啊嘛，大佬冇啦，第3次啊冇啦，冇石啦已經，救命！1、2、3、4、5、
6隻，今次有6隻啦。又係菠蘿，哇好服啊！今次冇唔抽啊，發脾4啊大佬，黐線！喂，咩事啊？咩人品啊呢啲？唉，全部救國，唉頂你個肺！唔抽。留翻250石賣煲醋，好啦，咁就呢條片去到呢度啦，大家應該睇得好開心啦，係嘛？啊，冇新角係咪？咁就哇，講一講呢個 YouTube 嘅 subscription 訂閱人數，而家應該突破到1900個啦，係啦，嚟緊就2000個啦，咁就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繼續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有機會我會做有啲特別啲嘅項目，我會做 Twitch 3放送嘅，係啦，咁就另外我嘅 Facebook 專頁啦，陳皮妹頻道啦，都希望大家會 like 啦，因為都會好快咁會發放一啲白貓啊、台灣白貓、日版白貓嘅消息俾大家嘅，咁就希望下一條片翻嚟再見到大家，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